門運戰朝元言表，臣聞太樸既規則高尚之表顯，道喪事分則忠正之義彰。故有洗耳投淵以振元幕之風，亦有秉心矯職以敦再三之節。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，所以督促訓民正一流敬。復為大晉應付御世，運務尚通時有進諫。神州丘墟三方毗列，土謝絕響於中林，白駒無聞於空谷。斯有識之所妒心，大雅之所嘆息者也。陛下聖德自興，放恢天水，神式奉譯，有時世土。頃危紀元，師孫大化，訪諸故魯，首陽潛逸。庶武羅於危作之墟，上皇族於亡齊之境。竊聞巴西朝壽，直操征故，抱德肥頓，揚清威波。於是皇極究道昭之會，群黎到顛沛之間。中華有固瞻之哀，憂局無遷僑之亡。孔明呂趙間為刑逼，身寄撫民，危痛朝露。宜能曠節欲立，誓不降獄。道門絕迹，不免危庭。盡免拱盛亡身之禍，退無涉荒歸隊之機。雖元義之妻相樂，管寧之墨遼海。方知于壽，殆無已過。於今世土，已為美談。夫貞德禮賢化道之所先，崇表書節，聖節之上無。方今六合未康，柴茨當勞。為利偷薄，而聲忽聞。益而振起道義之徒，以敦留頓之弊。若受蒙蒲白之徵，足以真正頹風，鬼氛囂俗。憂下養流，久服之化矣。